诗篇95章1到2节说：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，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地。我们拍手来赞美他。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，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地。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记9章19节，一起说：众首领对全会众说：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，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：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，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，把这全地赐给你们，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。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，甚怕丧命，就行了这事。我们一起来发出赞美的祷告，为神是创造万物掌有的上帝，我们献上祷告，因为他是守慈约慈爱的上帝，是守应许并成就美好事物的上帝。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来到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你是守约的主，你是慈爱的，你是怜悯的主，你是创造美好万物的主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放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你是守约的神，你是上你的怜悯，你的慈爱，赐给人让我们来做罪人所有你的事情，这样美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也是应许我们成就我们一切，谢谢你的赞美，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掌管万有，也是赐下你的美好应许的主。主，当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屈膝来敬拜俯伏来恳求你的同在，因为你施恩赐福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赐下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怜悯我们。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流出宝血，让我们原本不配亲近你的，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，为要得着你的怜悯，得着你的恩典，得着你的慈爱。感谢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主啊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世界的万物，主啊，都要来敬拜你，因为主啊，你就是创造我们的这一位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有个拯救的计划。
主啊，这拯救的计划，主在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主你就定义要爱我们，你定义就是要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到底。透过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主啊，你承担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过，我们的罪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死里复活。主啊，你要展现那复活的大能，使我们依靠你。主啊，我们就可以跟你一起活起来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使我们活起来的主。感谢赞美你，阿们。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主啊，你更是用你的话语应许你要拯救的神。主，你是怜悯的神，因为即使不在你好像当初拣选的名当中，但是主，你的爱却是临到每一个愿意来相信你、愿意称呼你的名伟大、愿意来相信你、依靠你的这些人。主啊，你的怜悯永不断绝，不管我们配不配得。主啊，你的心意就是要人来经历这样的得救。主，你让我们来赞美你，在每一次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认识你。在我们每一次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更多的转向你，我们就更认识这位爱我们、对我们信实并且永不放弃我们的神。我们就要来赞美你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更多来赞美他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我唱一句，你们唱一句，来喽！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是蒙福的子民，我是蒙福的子民。神的子民这样说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我有气息要欢呼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不停赞美来跳舞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得胜都因主耶稣，一起唱，得胜都因主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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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让我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我们来拍手赞美他。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新年到来，我们也要一同赞美神，来领受新鲜的恩膏。我们同声开口，继续来赞美他。我感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，神的圣灵正在运行，带下医治的恩典。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中教会，兴起他所拣选荣耀子民。我感
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，圣灵正在运行，带下医治的恩典。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中教会，兴起他所拣选荣耀子民。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，自由的时刻已来到，罪的锁链它完全都断开，来欢呼赞美他生命。嘿，新旧浇灌带下新鲜恩膏，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，心又留下带出的能恩膏来宣扬，我主荣耀彰显。我们更喜乐的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感觉主恩膏充满我们中间，圣灵正在运行，带下医治的恩典。我看见主圣灵正浇灌中教会，兴起他所拣选荣耀子民。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，自由的时刻已来到，罪的锁链它完全都断开，来欢呼赞美他生命。嘿，新旧浇灌带下新鲜恩膏，说不尽的喜悦充满我，心又留下带出的恩膏来宣扬，我主荣耀彰显。约书亚记10章8节说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约书亚在基遍大大地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，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：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；月亮啊，你要止在雅雅伦谷。感谢神，感谢他鼓励人并赐下能力和尊贵。感谢神，他是帮助他的子民征战，使我们得胜的。我们感谢神垂听并应允我们的祷告。约书亚记9章14节，我们继续说：以色列人受了他们那些食物，并没有求问耶和华。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，与他们立约，容他们活着。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。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为我们没有尊主为大，凭我们己意行事，也为我们违背主的诫命与人立约。我们同声来到神面前，献上感谢和认罪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献上感谢，主啊，你是保护保守我们的神。是的，主啊，你是那怜悯和慈爱，主啊，在这疫情之间，在这新闻之中，在这休息之间，主，你看顾我们每个人的身
来到你面前，献上这样的感谢，我们真的是面对这世界的黑暗，面对这世界的权势，主我们知道，当你与我们同在时，就为我们来征战，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困境，面对我们的一些挑战，你已经将把这一切的人交在我们手中，主帮助我们能够随时的去生活是按照自己的心意，恳求你是赐福在我们当中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让你的灵充满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不凭己意行事，而是凭着神的意，是你的意念高过比你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，是主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。主，你已经将万有交在我们的手中。主啊，因为我们信靠你的时候，你说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主啊，跟随你的人，信你的人，必有神迹奇事来随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宣告你是行神迹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要宣告你是将你的权柄能力交在我们手中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用你的慈爱护卫着我们。虽然我们面对很多的困境，但是你依然保守看顾我们，你依然将你的保护、平安赏赐给敬畏你的人。谢谢主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凭己意来行事。求你来赦免我们，帮助我们凡事来求问你。在我们的各样的事上，我们尊主为大，让我们远离这些的罪恶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的恩典，特别是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走在恩典的道路，不偏左不偏右。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就是这一位护卫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就是这一位让我们知道我们会害怕，知道来寻求你的主。因为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。若不是你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害怕？主啊，你怎么知道不断的要向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？你不断的向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。主啊，你也知道我们此时的台湾，我们心里会怕。主啊，你也知道此时的迦南教会，我们心里也会怕。我们怕什么呢？人不知道，主你知道。我们怕迦南教会在过去50几年在我们的手上，怎么感觉一直滑落？我们感觉好像主啊，你没有在我们当中吗？主啊，我们怕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高举主你的名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来赦免我们。主啊，你一直都在。主啊，我们心情软弱的时候，主你也在。主啊，你自己在这里说点起这个祭坛的火，主，我们以为它已经消灭，主没有，因为你一直都在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来赦免我们心情软弱的时候。主啊，你自己点起的火，主不会熄灭的。主啊，这祷告的火，主一直都在。主，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忘记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忘记来在求问你。主，我们忘记，主你才是最大的，你是迦南教会最大的主。我们算什么？我们人算什么？你竟然拣选我们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持续守望祷告，为了这个祭坛。迦南教会，主你使迦南教会一直都是祷告的教会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也再次让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。主，你是迦南教会的头。主，我们是肢体，我们跟你要一起同哭同欢的，我们一起要跟你奔跑前面的道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复兴的路你牵引我们走，我们紧紧跟随。阿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如同你话语，你赏赐给我们约书亚记。主啊，就是上帝拯救的记，就是上帝拯救的记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我们更是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透过不论今天的经文，或者是我们自己心里真实的感受，
我们要向你来认罪。主啊，我们总是在争胜，好像我们赢了，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赢了。好像我们输了，主，很多时候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到底输在哪里。主啊，但是你透过你的话语，上帝拯救的记录，上帝拯救的纪念告诉我们，是主你在的地方就是得胜的关键，是主你在的地方就是翻转的关键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每一次来祷告的时候，是在一次更新的时候，是再一次转向你的时候，不是因着人的言语，不是因着人的环境，而是因着主你有没有同在，你是不是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在方方面面都要来经历得胜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的爱在我们当中，你的信实永不改变。主啊，你亲自引领的教会，你亲自引领每一个成为教会的人。主，我们就在这里面要经历你的更新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星宿浇灌带下心，献恩高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。有留下带出的恩高来宣扬，我主荣耀彰显。星宿浇灌带下心，献恩高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。心有留下带出的恩高来宣扬，我主荣耀彰显。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新的一年来到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更新我灵，更新我生命，使我们回转俯伏在你跟前，使我们经历你医治，经历你的恩典。我们更深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。主，我再次到你跟前，焦点我向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唯有你永远真实。破碎的梦，荣耀冠冕，全摆在你宝座前，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，为你能洗我心灵。主，我要敬拜称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我们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，更深更深的，我们来敬拜他。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，每天家将生成事，流血舍身，为将我赎回，永远归你所爱。主，我要敬拜称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
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高举双手来敬拜我他。要敬拜称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主，我要敬拜称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个世代，特别是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我们的国家面临危机，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。特别我们看是乌克兰的战争跟我们没有什么事，但是其中却是隐藏了一些的危机。所以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来守望。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：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亚西江，打死他们。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我们特别面对国家的危难，我们需要神的救恩，不是靠着一些的强国，靠着美国，靠着日本，靠着这一些的联军。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国家在危难当中，面对这一些疫情看不见的，面对看得见的这些的仇敌，天天在恐吓我们。我们恳求神除去一切的仇恨对立。我们为这国内的，不管是执政在野的，都能够同心合意来面对我们国家的这样的困境。特别我们也为了这波的疫情起起伏伏。今天我们看到稍微有一些的缓和，但是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，让这一些的疫情能够止住。特别为我们桃园面对这些的国门我们能够守得住这一波的疫情。我们恳求上主来帮助我们的国家，能够以平安代替这些的恐惧。因为就像上帝对耶稣也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。”神也把这些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。我们用祷告来经历他的同在，他的平安，他的医治。我们也恳求神给执政者有智慧，在面临开放这一些的日本的食物特别是在一些的农产品的开放，我们恳求神来帮助，能够把关，能够守这个检验这一些不让有毒的进入到我们的国家。特别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受到冲击，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能够恢复以往的这一些的荣景。特别是在这波的疫情当中，我们看到万物皆涨。我们恳求神，我们特别呼吁更多的这一些的基督徒，我们站在破口来守望，来祷告。我们恳求神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开口来为这个国家来守望，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一同聚集，一同祭拜。主啊，你爱台湾，你让我过去虽然是面临这一些的这些的国家侵略。我们在这个当中遭受很多这些的主权的丧失，但是主你依然疼爱台湾，你让台湾在世界被看得见，是吧？透过这些的科技晶片，是吧？透过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这些的医疗，是吧？恳求你来帮助施恩赐福，是吧？赐福在台湾，赐福在这块土地上面。
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特别是让执政在野的主啊，不对立、不仇恨，主啊，我们特别为这样的一个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的冲击，主啊，这一切的都需要你的同在，需要你的保守，需要你的看顾。我们掀起更多的这些子民，在这破口上一起来守望来祷告，求你来施恩赐福台湾。主啊，你使用更多的基督徒来为这个破口来祷告，主啊，站在这个国家，我们来守望来祷告，让得救人日加添，在这个让我们来求告你，谢谢主。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永远伫地，主上帝，愿感谢你。虽然世界受到疫情、COVID-19 的影响，对世界影响到台湾，对国外也传入来到台湾，或者病毒进入本土，侪人惊吓，侪人不安。恳求你来保守阮，伫耶稣基督内底，阮有平安。主讲，劳苦重担的人来到面前，你会互伊得到安息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靠你，互阮的心思意念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求你的国甲你的义，剩的你拢要赐予阮。求你保守台湾对中央指挥中心到地方政府，互因有智慧、有策略，帮助台湾的人民有平安。主啊，我来为你过年后的2礼拜这个中间的观察期，观察这个病毒甲疫情，求主你来恩待阮，祝福互各县市疫苗的注射。拄起人对第3剂的惊吓，侪人对疫苗注射了后有好的抵抗力，享受平安。主啊，特别为了受了疫情影响，这的生理人，这的劳工界，这的上班族，求主你将喜乐平安充满伫因的身躯，互因大大有愿望。主，你甲圣灵来赐下阮悔改的心。或这个疫情破口传染无继续来扩大，受到这个控制，守望台湾，求圣灵阻止这个疫情，互阮徛伫破口来祈祷，互阮这个破口来得到医治来恢复，而这个疫情继续来传播上帝的听。主啊，阮伫这个所在，求主你来带领甲引带。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。阿门。咱也要为着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这集体来祈祷。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：在这日以前、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只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这日以前、这日以后。在旧约时代，但是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你们如果2、3个人同心合意祷告，就没有什么不能够成就的。感谢主，这新约恩典时代，神赐下怜悯慈爱，让我们同心祷告，就会看到那不可能的成为可能。我们要为着教会的肢体来祷告。特别为着咱的灵命更新，会让互咱为主来活，咱无为着咱家己在活。人人都是基督的精兵，能够为福音而大发热心。为着教会伫过来这礼拜要召开定期的会员和会，咱的中级的补选会当顺利。新增加下礼拜第3场的华语的礼拜，第3场的华语礼拜。使人亲近，不会因为语言的关系，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。咱也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回到最基本的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来共读上帝的话语。我们为的慕道友，我们带他们来读。
为了这些初信的，我们带他们来读。我们共求神的灵，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。我们共行神的道，神的道是恩典的道路。我们更想神的爱，神的爱透过你我，透过你我，分享给咱四周的人。咱们邀请做伙来经历主的恩典，特别也为着这初信的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因的灵命，为了他们的灵命的稳定，我们恳求神来兼顾他们。好像刚撒下的种子，不被日晒雨淋所破坏，不被飞鸟来抢食。咱也为着咱的心灵艰苦失去亲人的，特别咱为着有一兄弟个余学人，他在住院年老当中，恳求上帝来医治。也为着这要开刀的在病痛的中间，身躯衰烂的，我们为了他们。特别为了黄腾辉弟兄蒙主恩召，为了他们的家人失去亲人的哀伤，求主来安慰弟兄姐妹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我们开口来求神来施恩赐福在迦南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，神的真理，神的我们教会能够被大大的兴起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恳求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施恩赐福，你是透过教会能够施恩在这个世代，怜悯这个世代的神。主，我们要为着这个世代，为着这个大家庭来祈祷。主，你设立迦南教会，你透过迦南教会，互阮透过福音，互你伫遮来传讲主你的信息，伫遮来讲传主你的福音。互得救的人日日加添，小事互阮透过牧友会当伫遮帮衬，互阮的兄弟姊妹灵命会当得到稳定，主啊，互因会当伫信仰来较无主你的话，主你的话来引传因行伫主你的道路，互阮做伙来享受伫主你圣神的同在中间，来兴起侪人的信仰。主啊，互阮会当伫遮诚做一个团伙的人。主啊，阮特别也透过无同款的时段、无同款的语言，伫遮来礼拜，互得救的人日日伫你的圣殿伫遮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也阮为着遮初信的兄弟姊妹，阮为着因的圣灵命来祈祷，愿主你来兴起帮助因，互因会通伫这中间面对软弱时，你的话就成做因的瓦靠，因的困难，帮助因，怜悯因，互因医治因，也透帮因，互因会通伫遮来得到主的医治甲供应，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。赞美你，谢谢你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迦南教会的主，你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主。主啊，我们生命要有你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元帅，使我们在新的一年，主啊，有新的意向和新的方向。主啊，也谢谢你，在新的一年赐给我们复兴祷告烈火，经历丰盛主恩这个意向，使我们能够透过3、4个人聚集，主啊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透过我们圣经共读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灵命被你更新，我们的生命被你建造。主啊，也透过这样的彼此分享、感恩代祷，主啊，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，也成为彼此的祝福。无论是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更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、生活中或是环境当中，主啊，为你做光做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也要为这个礼拜要召开定期合会，还有那个长职的补选选举。主啊，求你看顾一切的流程，一切顺利，也帮助我们能够选出，主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候，教会所需要的长职，主啊，经历这样荣耀的呼召和服事，来荣耀你。主啊，看顾每个，在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身心灵要有你而来的平安，使我们出我们路，或是主啊，因为疫情有些计划要调整的时候或变动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心里有从你而来的弹性还有智慧来面对一切，也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，从紧张当中，主啊，有真实的平安回到你面前。也要为现在身体正在受疾病的影响，或是生病或住院或是准备要开刀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个医治
的过程还有治疗都顺利，让他们能够赶快好起来，脱离一切生病还有不舒服的捆绑。也为我们心里有时候会不舒服、生病的，灵里面也会有不舒服感，生病的，是吧？身心灵都要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来兼顾我们，兼顾教会的大家。谢谢主，孩子们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宣告主的应许，在我们不平安的时候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要赐下他的平安。在我们面对一些的征战的时候，他的能力就成为我们的能力。在我们需要神迹的时候，他的神迹就会成为我们的神迹。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语的应许，一起来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，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亚西加，打死他们。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1日之久。感谢主哦，这叫做约书亚的长日啊！在他的祷告当中，我们看到神行神迹奇事哦。在迦南之声牧师有跟大家分享哦，有英国、美国特别是他们的科学家、天文学家，他们在证实说，真的神有施行这样的神迹奇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、神的应许，不管是在过去，在当中在约书亚时代，我们要宣告他的应许，也要降临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同心合意来敬拜的时候，神迹奇事就随着我们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我们来赞美这位掌管万有的神。赞美主圣名，赞美主圣名，你名在天地何其美！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称颂赞美主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在你眼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约，神的高雅就必永留在这地。赞美主圣名，赞美主圣名，你名在天地何其美！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一起来宣告来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合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数算你恩典，赞
在这地。拍手将荣耀归我们主，归给那行神迹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在过去1年当中，我们数算你的恩典；我们在未来的1年当中，我们恳求你的恩典依然存在，依然赐下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同心合意祷告，你的应许就成就在我们当中。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上帝与大家同在，赐给你们平安，请坐。